我們南灣公托目前可以收托20位0到2歲的小朋友，裡面是有分齡分班設置。永康目前的人口是我們全台南市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所以我們陸續會在永康這邊已經有布建了西灣家園，還有永埔家園。那南灣家園是我們目前設置的第3處，那未來我們還會多增加4處，就是希望為我們永康這邊的年輕父母增加育兒支持，讓他們就是工作之餘，然後可以照顧小朋友，也無後顧之憂。嬰幼兒保育系也是我們校內重點發展的一個科系。比如說，這裡未來如果小朋友的膳食的这個餐點的設計，我們有保健營養系，我們其實也可以來融合校內各系的專業，來導入這些專業來到我們的這個場域裡面，來讓我們的小朋友更健康的發展，更健康的學習。在社區裡面，我們有一個讓家長安心的地方，能夠讓孩子們呢感受到大人就是這麼鄰近又這麼親切。照顧孩子不一定要有最多的多麼豐富的環境，讓孩子能夠建立自信，建立跟別人在一起的信心，這是我們最期待而且最高興的事情。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拉繩。請現場各位朋友用最熱情的掌聲。台南市現在總共可以接納300多位的嬰幼兒在托嬰中心裡面，但是呢，加上民營的托嬰的量能以及到宅服務的托嬰的量能，事實上可以大幅降低父母親的這個 loading 跟他們的負擔，那所以可以讓他們的孩子有接受專業的人來照顧，自己本身又可以在職場上來繼續努力，所以說讓他們家庭跟事業都能夠兼顧，尤其在面臨少子化的時候，我們這個托嬰工作一定要做好。目前0到2歲是托嬰，2歲有幼兒園的2歲專班，3到5歲是幼兒園的小班、中班跟大班，所以說銜接國民6歲的國民義務教育的國小教育，這樣建構出一副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完整兒童的成長體系。大家好，我是陳美純，歡迎收看4月17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市會第7次定期會今仔日正式展開。在開議的第一天，針對4月21號將要進行專案報告的亞太棒球場營運檢討一案，在省委議員質詢爭議的焦點，包括臨時攤販、權利金以及噪音加照明等等的問題。議員要求市府到時陣愛做伙向市民做說明。台南市會第7屆定期會17號在櫻花藝術廳正式開機，將展開為期70天。其中4月2日要針對亞太棒球場進行的專案報告，因為棒球場第2戰開幕比賽以後引發攤商經營爭議，甚至還有市長失言風波，對市府造成負面影響。所以這議員已經先發言，要求相關單位攏愛列實說明。包括是租也是委外營運、臨時攤商的問題，以及權利金的濟少，要求參考其他5都一並向市民交代。為什麼台南市當時要招標的時候，屢次碰壁？的理由是因為中華職棒聯盟它有一個所謂的內部的潛規則，說一個地方只能有一個主場。但是實際上，中華職棒聯盟它是一個在台北地方法院登記的社團法人，社團法人的內規到底是怎麼拘束到台南市政府這個行政公法人依照採購法對外公開採購的這個內容跟格局，是不是會造成所謂實質的這個資格標的綁標？因為咱過去私立棒球隊棒球場上 A 嘛，所以外口回牌，大家到路底我嘛去看棒球啦吼，個買衫買物件啥，這嘛是國際化呢。國際棒球村跟外口咧擺攤擺探望警察局敢要幾地？講好，到底幾個單位攏要來，還是全部攏來？我看無需要啦吼。我感覺警察局愛來，叫我局愛來啊。亞太棒球訓練中心這一件事吼，那是不是請都發局也要列席？那因為在使用上啦吼，
臨時攤販只是一種臨時的設施啊，那實際上它的使用管制上才是最大的問題，所以要請都發局列席。在地遐個住戶離咱的球場非常的近，因為透早一直吵到下暗，其實很多的民眾一直打1999，但是一直沒有一個解決的一個方式。那是不是說你們到最後跟球團討論的結果，是不是給我們議員一份資料，好不好？好。對處議員區里里蔡司4月2日東港下晡的亞太棒球場專案報告，市長吳惠婷將率領秘書長、財稅、體育、經發、環保、法制、警察等局處列席說明。台南新聞軍籍張素維採訪報道。去年7月，丹那斯洪泰強風造成一位男性果農被路樹地死的事件。議員周奕齊在定基會就真憤慨指出，該案無通過國家賠償案，是因為市府隱瞞路樹管理不當的缺失，造成國賠小組無法度認定，所以強烈質疑該案是人為，毋是天災，要求要重新啟動國賠審議。議會第7屆定基會在確定議事日程以後，議員周奕齊針對去年丹那斯風台造成一位男性果農外出搬運時被路樹地死，因為申請國家賠償無通過議案，起不配向市長請命。議員提出這風台進程，以及針對椰子樹有湯加有爛，里長要求移除的畫面，結果卻無在國賠審議小組呈現，強烈質疑是市府干務局隱瞞管理不當，看無人為缺失的事實。這個路樹已經是重蛀，整個都是已經爛根死掉了，所以才造成颱風吹下，強風吹一下它就倒掉了。這個不是路樹管理不當嗎？7月1號有檢測，這個怎麼檢測沒有檢測到？國賠審議小組竟然沒有這個照片。把這個照片拿掉了，難怪審議小組他們會找不到認定方案，所以不賠。你們公務局在隱瞞事實，你知道嗎？隱瞞公務局缺失的事實。跟議員報告，如果同仁有隱瞞事實，他應該受到相關的這個行政的處理。當初我就提了，這一個一定要送上去，結果你看一下，他沒有給我的報告，竟然沒有送上去，他應該負他的責任。但是樹的根部被蛀了，是不是有辦法在預先能看到？就議員進一步要求市府重新啟動國賠審議，將里長通賠會議記錄甲相片重新納入評估，並追究失職人員以及針對高風險的路樹全面體檢，希望避免後一個遺憾發生。台南新聞軍籍張素維採訪報道。2026橘子岸鬥陣超級馬拉松17號暗時將為台南開跑。這場國際超級馬拉松的比賽，連同大港內海到玉山的界比，打造全長177公里、總成功的關島6047公尺的極限賽事。因為溫差超過20度，而且地形多變，被稱為是台灣上較有難度的超馬賽事之一。由橘子關懷基金會推動，對2023年開始舉辦岸鬥陣超級馬拉松，今年已經邁入第4檔。17號下午，基金會甲着農業部林業保育署以及台南市體育局甲着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共同召開活動記者會，宣布17號暗時將對台南來開跑。橘子的這個岸鬥陣的超級馬拉松的這個賽事呢，是一場極為這個挑戰極限的賽事。那這4年來呢，我們規劃在三台郡國家這個綠道呢這個賽事呢，剛才像主持人所講的，我們從這個賽道的丈量，然後這個申請國際賽事的這個認證。那我們也邀請國內外的頂尖的這個超馬的選手來參加。那在這個地方呢，這個賽事可以辦得成呢，我要非常感謝這個林保署，還有台南市市政府，還有嘉義縣縣政府給我們大力的支持，才能夠讓基金會呢可以透過
橘子的按到底的這個才能夠達成這個超級的馬拉松的賽事，然後同時也讓世界看見了台灣的冒險文化。這場馬拉松的賽道一直連接大港內海，到玉山界北的山海準國家綠道維拉島，全長177公里，總身高達到6047公尺。今年除了延續177公里，精英組的邀請制，總共有48位國內外頂尖的跑者來參與挑戰。另外，還閣增加82公里的挑戰組。號召跑者跨出超馬的第一步。橘子按道頂超級馬拉松除了經過山海準國家綠道，沿途還閣親入嘉義阿里山的祖族傳統的部落，為了表達對土地文化的敬畏，開賽進前，主辦單位嘛特別邀請祖族的長老來到現場舉行祈福的儀式，向着神靈來祈求選手會用的平安順利。展現冒險的精神，佮着在地傳承有閣較深的用力。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基美病院在去年3月開了30億動工興建南科基美病院，但是最近開學的時陣，卻發現疑似大片的遺址，而被迫停工。基美病院嘛證實，第一時間已經有主動通報主管機關。台南市文資處表示，基地鄰近石頭堡疑似遺址，出土大湖文化相關的圖片，而且蘇州文化站有向着也未開學的區域，更新的情形非常有研究的價值。本該在施工的南科奇美醫院工地，如今卻正處於停工狀態。原來是今年3月底開挖地下室時，發現了史前文化遺留和灰坑，最長約有3公尺，以大量陶片為主。考古團隊初步研判，是距今3300年到1800年前的大湖文化。大湖文化的特色，他們其實最特別的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到是一群黑色用黑色陶器的人。那這群黑色的陶器其實所代表的意義是跟它在新石器中期早期或中期的紅色陶是完全不一樣的燒製技術，所以這也引發我們很多考古學家會很好奇，說大湖人到底他們的來源也好，或怎麼掌握這群新的技術也好，都是一個很值得大家探索的事情。大湖文化是台灣西南部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南科大部分的遺址也多是大湖文化。文資處指出，即便施工前已經做過調查，也避開遺址範圍，但這次挖掘顯示史前人類活動軌跡非如我們所想象。目前專案小組會勘完後，將啟動緊急搶救發掘措施。考量雨季已經快要來臨，整個工區的一個安全也不能夠開挖面暴露太久，所以這部分也請這個工程單位這邊來做一些配合。但我想，因為所剩下的面積並不是太大，我想處理起來應該蠻快的哈。那個整個對於工程的進度影響應該也是有限。面對施工過程挖到遺址，奇美醫院強調將全力配合主管機關以及專家學者建議，審慎處理相關事宜，兼顧文化保存與公共利益。記者邱懷談的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高雄一間開店已經40檔的古早味飯園，為透早5點半開始，就一直有人客來交關。招牌飯園分做炒的、甲素的2種，而且無論大小，攏只需要銀角仔價。分量實在，品質好食，所以生意真好。做伙來看賣。點餐的民眾還在等待，門口又有機車停下，加入排隊人潮。開在松江市場與高醫大附近的古早味飯糰，開業至今40年的時間，靠着一顆顆料多實在、平價美味的飯糰，從清早開始上門的人潮就不曾停過，成為眾人上班上課前最愛的早餐選項。它的素食的鹹蛋口味很好吃。
它的油條很脆，平常人還蠻多的，老闆娘動作都很快，所以馬上就可以拿得到飯糰。大概1個禮拜會來個一次吧。然後它的鹹蛋飯糰蠻好吃的，然後鮮奶茶也蠻好喝的。我覺得油條很脆，這個很加分。然後鹹蛋也蠻夠味的。然後米粒的軟硬度適中，所以我個人還蠻喜歡的。我還蠻常來這家的，都點它的小鹹蛋。它的小鹹蛋是蠻古早味的，是真的是蠻新鮮的，食材也很好。平常有時候蠻多人的，但是要看時間，就是有時候人比較多的話，就需要排隊等一下。剛包好的飯糰握在手中，幾乎與巴掌一般大小，光看就能感受到實在分量。切開後的飯糰豐富配料清楚可見，軟 Q 糯米包裹住酥脆油條，結合鮮香肉燥與酸菜，層層堆疊出熟悉又滿足的古早味。我們的飯糰是比較偏古早味的啊，裡面會有肉鬆、肉燥、鹹菜菜脯、油條跟鹹蛋。那像說鹹菜菜脯這一些都是我們自己手工炒的，肉燥也是香菇肉燥也是都我們自己炒的。那如果那個米飯的話，我们是選糯米界裡面最好的糯米，對，然後它吃起來會比較 Q。那客人他有反饋，就是說，吃了比較不會脹氣，吃我們的不會這樣，比較偏傳統古早味，然後他又吃得飽，比較有飽足感，然後一顆就覺得可以撐很久了。簡單樸實的飯糰，用最純粹的味道抓住人心，40年來不變的味道與分量，讓饕客們就算搬離了這個街區，依舊會專程回來享用，只為了再嘗一口記憶中的古早味。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旱地冷凍的高雄物產館確定由台鋼集團進駐，將會結合球隊的商品甲餐飲，預計今年底開幕。儘管議員歡樂品牌上過小眾，對着觀光加分有限，不過高雄市政府期盼借着運動 IP 活化地標，互咱地壇周邊展現新氣象。閒置快2年的高雄物產館終於傳出好消息。高雄市觀光局證實，該空間將由台鋼集團承租經營，初步規劃結合商品展售與休憩服務功能，預計設置 WinStars 及台鋼球隊旗艦商品區，並規劃餐飲空間，目標今年底前正式開張。那未來呢，在這個物產館呢，我們就可以看到包括 WinStars， 還有包括他們很多旗艦的商品，那也會結合簡易的餐飲跟相關的這一些賣店跟休憩的空間。那我們也期待說能夠有新的這樣子的結合運動的這樣子的力量，也可以結合地方的這些文化呢，讓我們的左營能夠有更不一樣的這個發展。高雄物產館位於蓮池潭旁，屋齡約32年，包含地下1層及地上4層，總面積約1410坪。先前由農業局委外經營農特產賣場12年，最後在2024年3月底熄燈，主管單位轉為觀光局。觀光局表示，台鋼雄鷹是這一次唯一投標的廠商。我們主動積極去洽詢，那包含有旅行業、那餐飲業，那甚至有一些複合型的這些業者，他們都非常有興趣。那但是在整個這個招商的過程，到最後投標的只有這個台鋼雄鷹。那當然他們在這個招商的這個投標的文件裡面也有做了非常詳細的規劃。不過，對於物產館轉型為單一品牌的販售區，市議員李雅慧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物產館緊鄰蓮池潭，擁有龐大的觀光人潮，若轉型為特定品牌商品區，恐過於小眾，對於提升整體地方觀光效益有限。它緊鄰未來的交通大學，還有我們的蓮池潭。好，那我們當地其實對那裡的期待是，會有一個跟我們觀光產業比較直接的廠商能夠進駐。好，那當然現在市府應該有它的理由。好，那我們也會針對這個部分好去關心好未來這樣子的一個產業可以對地方有什麼樣的幫助。這座緊鄰蓮池潭的地標建築，若能借由職業運動品牌與啦啦隊人氣，帶動周邊商機，轉型為南台灣運動觀光的熱點，不僅地方期待，也是市府活化閒置空間的一大指標。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新北地檢署最近甲健身保護會進行健身事業群簽約儀式，結合一寡友善的企業，提供將近50個工作機會，要協助健身人穩定就業、重返社會。法務部長鄭明謙也出席見證，期盼未來會當持續甲地方企業合作，讓健身朋友有機會重新出發。
為了協助更生人順利回歸社會、穩定就業，新北地檢署與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近日舉辦更生事業群簽約儀式，攜手多家友善企業，提供近50個工作機會，期盼透過產官合作，協助更生朋友重新出發。活動也邀請法務部長鄭明謙、法務部主任秘書於麗珍、保護司司長洪信旭、更生保護會董事長張斗輝及主任委員曾漢林等人共同見證。台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結合上選工程、鴻旺食品和聯消防科技顧問有限公司及一流工程行等4家友善廠商，提供食品銷售、機電及工程技術等多元職缺，為更生人打造穩定就業機會。法務部長鄭明謙表示，更生人復歸社會的過程中，愛與接納是重要的關鍵。除了家庭支持外，社會的包容與企業的參與更是不可或缺。那今年是馬年哈，那今天我參加那個更保那個新北分會辦的一個新春的一個餐敘，尤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就是跟企業界來簽署的一個合作哈，也就加入了更生事業群哈。提供給更生朋友一個工作哈。那我們知道更生朋友一出獄之後，面臨的就是一個就業的一個問題。那如果說有穩定的一個就業，他就有工作的機會，他有收入，我想他個人，他甚至還可以養活這個一個家庭哈。那我想這個家庭的功能就整個完全的一個恢復了。那我想這個是也給更生朋友一個很大的一個支撐的一個力量。法務部長鄭明謙也特別感謝這次幾家企業提供實質工作的機會，不僅讓更生人獲得收入與勞動保障，也建立重返社會的信心。相信這會成為協助更生人重新站穩腳步的重要力量。今天非常開心，就是有4家的一個企業哈，那今天來簽約，也就是加入了更生事業群。那非常開心的有提供了50個工作，那50個工作就代表50個家庭能夠被照顧到。那我想今天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所以在馬年的開春之際呢，能夠新北分會就是我們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能夠提供這麼好的一個機會，跟4家的企業的合作哦，提供這麼多的一個工作的一個機會職位呢，那我們更生朋友有一個穩定的收入跟工作，而我想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新北地檢署指出，近年配合法務部推動更生事業群計劃，持續結合友善廠商資源，除了提供就業機會外，也協助更生人面對人際關係、工作適應及生活困境，強化支持系統，提升穩定復歸的成功率。未來將持續深化與更生保護會及民間企業的合作，擴大更生事業群規模，減少就業歧視，打造完善的社會支持網絡，讓更生人在人生新起點上獲得更多機會與希望，共同營造更包容友善的社會環境。更生事業群攜手點亮更生路上。記者蕭世宏新北採訪報道。華德替大廠塔價投資1000億，持續深化在高雄的布局。日前在林武產業園區舉辦廠房新建工程動土大典，投資的金額將會超過1000億，預計當創造超過2000個就業機會。開工順利，開平安，動土順利。半導體大廠今年積極擴大全球先進封測與系統整合布局，隨 AI 基礎建設投資浪潮帶動，高階封裝測試需求同步升溫。10日在仁武產業園區舉辦廠房新建工程動土大典，投資金額將超過1000億元。安日光旗下3間子公司哦，今仔在安的仁武科技產業園區家吼，要來動土，這是未來帶動安仁武的發展哦。會當予仁武遮個人會帶來1000多人的就業機會哦，這是一個真好的投資安尼，這嘛感謝市府哦對地方的發展的重視哦。在 AI 時代，各項應用服務需求成長，帶動先進封裝成為未來成長最快的產業之一。高雄市政府自年初即掌握相關發展趨勢，並配合半導體大廠整體布局，包含上游台積電及相關供應鏈發展，積極規劃產業用地需求。仁武基地一期預計於2027年4月正式營運，2期則將於同年
10月啟用。今天的動土不僅是一個起點，更是一項承諾。日月光將持續深耕台灣，深耕高雄。我們今天動土的日月光的未來要作為先進測試的這個園區，日月光總計要投資1083億，那總產值1年大概可以達到1700億，這個也超出我們當時仁武園區的規劃。那未來我們這邊也會配合整體的半導體的產業發展，包括先進的封裝測試等，陸續也會有其他的半導體的廠商陸陸續續的進駐。該基地預計投入超過新台幣1000億元，未來可創造約2000億元產值，同時創造上千個技術職缺，吸引半導體人才留在高雄發展。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4月17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美純，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